各位老朋友，大家好。今天一開場，我想請你先在腦海中極度誠實地回想一個我們每天都在經歷，但極少有人敢去深究的殘酷畫面。你今年可能40多歲，或者50出頭。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鬧鐘叫醒，匆匆忙忙地洗漱，塞進擁擠的捷運，或者開着車塞在日復一日的通勤車陣裏。你在職場上身經百戰，面對老闆的要求，面對客戶的無理取鬧，你早就學會了吞下委屈。你好不容易熬到了每個月發薪水的那一天，看着戶頭裏匯入的那筆看似豐厚的數字，你連嘴角的微笑都還沒來得及完全展開。房貸、車貸、小孩高昂的補習費、父母的醫療費，還有各種像雪片般飛來的賬單，瞬間就把這筆錢瓜分得乾乾淨淨。你看着每個月結餘的那一點點零頭，心裏忍不住升起一股巨大的無力感。你拼了命地加班，你甚至比20幾歲的時候還要努力，但是為什麼你依然覺得自己在財務的泥沼裏越陷越深？而與此同時，當你走在街上，看到那些住在高級地段，似乎從來不需要為了打卡全勤而焦慮的富裕家庭，你心裏一定會浮現一個巨大的問號：到底憑什麼？難道真的是因為他們天賦異稟？難道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什麼你絕對觸碰不到的內線消息？還是單純因為他們投胎的技術比你好？如果你也曾經在無數個失眠的夜晚，對這個世界財富分配的底層邏輯產生過深深的懷疑，如果你絕對不容許自己大半輩子的血汗，在未來這個大通膨、大震盪的經濟週期裏化為烏有，更不希望你的下一代繼續複製你這種勞碌卻無法致富的命運，那麼請你立刻放下手邊所有的雜事，找一個絕對安靜的角落，把今天這支影片一字不漏地看到最後。今天我不跟你談什麼虛無縹緲的成功學，也不跟你兜售任何一夜暴富的理財商品，我要用最直白，甚至有些刺耳的商業真相，為你徹底剖析有錢人心裏最深層的財富密碼，特別是那些在金融、商業領域佔據絕對優勢，被公認最會賺錢的猶太人，他們能夠做到代代富有的核心機密，其實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樣。看完這期內容，你就會瞬間醒悟，原來你和富人之間那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根本不是戶頭裏的本金大小，而是你們看待這個世界、看待金錢的一套完全相反的核心作業系統。在揭開這個足以顛覆你下半輩子財富軌跡的真相之前，如果你也深切感受到現在的錢越來越薄，如果你絕對不容許自己和家人的晚年因為財務危機而失去尊嚴，請你立刻伸出手指，幫這支影片點個讚。你的每一個讚都是支持我頂着行業的巨大壓力，持續在這個平台上為大家揭露資本真相，拆解硬核避險乾貨的最大動力。更重要的是，請你一定要把這支影片直接轉發到你的家族群組裏，去敲醒那些還在傻靠死薪水存錢、被舊觀念綁架的長輩和親友們。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請果斷按下紅色的訂閱按鈕，並開啟全部通知的小鈴鐺。接下來的每一期影片都會是你家庭財富最堅固的防彈衣。我們直接切入核心，有錢人知道，但窮人不知道的這一件事到底是什麼？其實說穿了，它真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一個從小被深深刻在骨子裏的觀念差距。他們對待金錢的角色定位完全不同。我們從小到大，父母和學校反覆灌輸給我們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什麼？是好好讀書，考個好大學，找個穩定的大公司上班，然後努力存錢。在這套劇本裏，金錢被定位成什麼？金錢被定位成你辛勤勞動的獎品。你付出了時間，付出了肝指數，
換來了一筆錢。當你拿到這筆錢的時候，你的直覺反應是去消費。你買了一支最新款的手機，買了一個名牌包，或者去吃了一頓高級大餐。你覺得這是在犒賞自己。老朋友們，當你把錢花出去的那一瞬間，你的財富循環就徹底死檔了，因為你必須在第二天早上重新爬起來，去出賣你新的24小時，才能換取下一批獎品。這在財務學上叫做陷入了永遠無法逃脫的老鼠圈。但是在猶太人的家庭裡，或者說在所有頂尖富人的腦海裡，錢絕對不是用來消費的獎品。錢是什麼？錢是他們手下最忠誠、最不知疲倦的士兵。他們看待每一塊新台幣、每一塊美金，就像將軍看待手下的士兵一樣。他們極度克制自己，把士兵消耗在毫無意義的享樂上。當一筆錢進入富人的口袋，他們的第一反應永遠是：我該把這批士兵派去哪個戰場，才能在明年為我俘虜更多的士兵回來。他們把錢投入到能產生複利的生產性資產裡，讓錢去幫他們工作。因為人的體力是有極限的，一天只有24小時，你還會生病，會變老。但是金錢這個士兵，他不需要睡覺，不需要付加班費，即使你在度假，在睡覺，他都在資本市場裡分秒必爭地為你創造價值。當你明白了把錢當成士兵這個概念，我們就要進入這期影片最核心，也最顛覆你認知的第二個斷層，對於生財資產的終極辨識能力與掠奪手段。很多人以為買那些看起來很貴的東西就是資產，比如買一輛豪華的進口汽車，覺得開出去很有面子，顯示自己很有錢。但這在富人的眼裡，簡直是愚不可及。那輛車一落地，價值就瞬間打8折，每年還要繳牌照稅、燃料稅、高昂的保險費和保養費。它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每個月都在吞噬你的現金流。那麼，真正的富人是怎麼玩的？他們瘋狂地追求、囤積真正的生財資產。什麼是生財資產？就是那些你就算什麼都不做，他也能每個月、每年源源不斷把現金流打進你戶頭裡的東西。我用一個非常寫實的商業場景來給你做個最直白的對比。假設今天你手裡有一筆100萬的閒錢，窮人思維的人可能會拿去付一輛好車的頭期款，為了面子，為了享受。但是具備富人思維的資深玩家會怎麼做？他會把眼光放到商業市場的循環經濟裡，他會用這100萬跑到專門的商用設備回收中心，去極低價收購一批剛結束營業的連鎖餐廳裡8成新工業級別的不鏽鋼雙門冷凍庫、大型烤箱和高階的半自動咖啡機。很多外行人覺得這就是一堆二手舊貨，但在懂行的人眼裡，這些是能下金蛋的母雞。他把這批設備整理好，然後用極具競爭力的價格長期租賃給那些滿懷夢想但初期資金不足的年輕餐飲創業者，甚至配合簽下長期的設備維護合約。你看出這中間的巨大鴻溝了嗎？那輛豪華汽車在不斷吸走你的財富，而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二手商用設備，他們每天在別人的餐廳裡高速運轉，不僅解決了創業者降低初期成本的痛點，更重要的是，他們每個月都在為這位投資者創造極其穩定且高毛利的租金現金流。不到2年的時間，100萬的本金可能就全數回收了。接下來設備產生的每一分租金，全都是純利潤。這就叫做建立防震的現金流系統。這就是把錢當成士兵去攻城略地的真實案例。這只是實物資產的一個縮影。如果你把眼光放到全球資本市場，道理完全一樣。富人把錢拿去買入全球最頂尖科技公司的股票，
或者長期定投高配息的跨國優質債券與 ETA， 他們等於用這筆錢入股了人類社會最頂尖的生產力，全世界最聰明的大腦都在日夜不休地替他們打工，然後每年準時把豐厚的股息利潤匯入他們的交割戶頭。只要你建構的這種生財資產水庫夠大，它產生的現金流超過了你的日常開銷，你在這個瞬間就徹底切斷了必須要靠勞力去換取金錢的枷鎖，你真正拿回了生命的時間主導權。講到這裡，很多朋友可能會問，我也知道要買資產啊，但我就是沒有那麼多本金，我該怎麼追上那些有錢人？這就來到了我們要揭開的第三個殘酷真相。有錢人知道，但窮人極度抗拒的通貨膨脹與時間套利的底層邏輯。我們從小被長輩恐嚇，千萬不要借錢，無債一身輕。對於普通人來說，刷信用卡去買名牌，這信貸去度假，這種為了消費而產生的惡性負債確實是劇毒。但是在這個全球經濟週期不斷輪迴，通膨壓力如影隨形的時代，如果你依然抱着把所有的錢死死存在銀行裡，領那微不足道定存利息的觀念，那無異於是財務自殺。通貨膨脹就像是一個隱形的超級強盜，每天都在悄無聲息地偷走你本金的購買力。富人怎麼做？他們反向利用這個規則，他們極度擅長利用自己良好的信用，從銀行借出低利率的資金，然後把這些錢投入到我們剛才說的回報率遠高於這款利率的生財資產上。在這個過程中，神奇的財富轉移發生了。當你欠銀行一筆錢，在每年通貨膨脹的侵蝕下，明年這筆錢的實際購買力其實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說，通貨膨脹正在無形中幫你稀釋龐大的債務，而與此同時，你用這筆錢買入的優質資產，不管是生產性設備、具備稀缺性的收租物件，還是擁有強大定價權的跨國企業股權，它的價格和它產生的現金流卻會跟隨着通貨膨脹一起水漲船高。你發現了嗎？窮人是在用自己的血汗錢單槍匹馬地對抗通膨這隻無形的怪獸，最後被啃食殆盡；而富人則是聰明地利用金融工具作為槓桿，讓通膨成為稀釋自己債務、推高自己資產價格的最佳幫手。這就是金融世界裡最高階的套利遊戲。你不懂這個規則，你永遠只能是被通膨收割的那群人。最後，我們來到了猶太人之所以能打破富不過三代魔咒，實現代代富有的終極秘密。華人家庭在傳承財富時，最常犯的致命錯誤，就是只留錢給孩子，卻從來不教孩子駕馭這套系統的能力。我們總覺得賺錢很辛苦，不想讓小孩子過早接觸社會的殘酷。我們小心翼翼地把家庭的真實財務狀況隱藏起來。結果呢？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金錢試煉，腦海裡只有花錢消費觀念的年輕人，突然在30幾歲繼承了一大筆父母省吃儉用留下的遺產。這就好比你把一台馬力1000匹的頂級賽車直接交到一個連剎車在哪裡都不知道的新手駕駛手裡，下場絕對是居毀人亡。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富二代會被損友詐騙，會盲目投資失敗，最後把家產敗光的根本原因。因為德不配位，財必走漏。但在猶太家庭裡，財商教育是融入在每天的呼吸裡的。他們的飯桌上談論的從來不是毫無營養的八卦，而是當下的宏觀經濟局勢、通貨膨脹對物價的影響、某個商業模式為什麼能賺錢，以及遇到金融危機時該如何保護資產。他們從小就會讓孩子參與家庭的預算規劃。當發給孩子零用錢時，他們會嚴格要求孩子把錢分成儲蓄、日常消費、
投資理財和慈善回饋等不同的賬戶。他們從小就用實踐在孩子的腦海裡建構一套極其嚴密且極具攻擊性的財務防震系統。當猶太人的下一代接手家族財富時，他們繼承的絕對不是一堆冷冰冰的鈔票，而是一個運轉良好的跨國生財系統，以及一顆裝滿了複利思維、風控邏輯和全球化視野的強悍頭腦。他們知道如何分辨真正的資產，知道如何利用槓桿，知道如何在所有人恐慌的經濟低谷中尋找便宜的極品籌碼。這套刻在骨子裡的金錢作業系統，才是真正別人搶不走、通膨吃不掉、能夠跨越百年、代代相傳的終極財富。各位關切家庭未來的老朋友，今天我花這麼大的篇幅，把這套殘酷但極度真實的財富底層邏輯徹底攤在大家面前，從打破消費至上的迷思，把金錢當成士兵，到敏銳辨識生財資產，再到善用通膨槓桿，最後到家族財商的系統性傳承。這些觀念也許跟你過去40-50年來的認知完全抵觸，它甚至會讓你感到不舒服，覺得我打破了你安穩的小確幸。但這正是財務覺醒的必經過程。時代真的變了，在接下來充滿劇烈震盪的宏觀環境裡，繼續抱持着過去那種拼命死存錢、出賣勞力的舊思維，注定會被這個冷酷的資本機器碾壓得粉碎。我強烈建議你，在這個週末的晚上，給自己泡一杯熱茶，把這支影片從頭到尾再仔細看一遍，拿出一張紙，極度誠實地盤點一下你現在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把你手裡那些每個月在消耗現金流的偽資產用紅筆圈出來，把那些真正能產生現金流的生財工具用藍筆圈出來，看清楚你到底是走在通往富足的軌道上，還是正在貧窮的輪迴裡打轉。更重要的是，在明天的晚餐桌上，試着開始和你的伴侶和你的孩子聊聊關於金錢運作的真實世界。改變認知是你在這個殘酷的財富大洗牌中唯一能保存自己和家人階級地位的自救法則。你在嘗試扭轉這些根深蒂固舊觀念的過程中，覺得最難以克服的痛點是什麼？是不知道如何踏出建立防震現金流的第一步，還是不知道該如何克服對槓桿的恐懼？非常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區告訴我，我會仔細閱讀每一條留言，把大家最難跨越的心理障礙收集起來，在未來的影片中為大家做更深度、更細膩的實戰操作拆解。最後，當我們真正升級了腦海裡的財務作業系統，明白了要將重心轉移到生財資產上之後，面對這個資訊爆炸的網絡時代，我們該如何利用最新科技來放大我們的優勢呢？在下一期的影片中，我將為大家深度解密一套自媒體與 AI 自動化的印鈔兵法。我會手把手教你如何利用目前最強大的 AI 影音生成模型，配合 YouTube 的演算法 SEO， 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打造一個24小時為你吸引流量、創造被動收入的數位資產。不管你是想做跨國生意，還是只是想多一份強悍的第二收入，這套工具絕對會顛覆你的認知。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務必檢查一下小鈴鐺的通知設定是否已經全部開啟。祝願大家都能早日打破窮人思維的枷鎖，把駕馭金錢的智慧刻進家族的基因裡，在這場時代的洪流中穩穩地守住並放大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我們下期影片不見不散。